度添。咁啊，奧蘇利雲博個難度高啲嘅遠台，咁啊跟住留低一個容易嘅機會俾奧蘇利雲。咁啊，而呢個機會就開始埋嚟容易之外，咁啊到台嘅時候都仲有幾個紅波散咗出嚟啊！咁即係話呢一度咧就都可以先攞20-30分嘅。其實我哋喺好多個賽後訪問裏邊咧，你感覺到啲球手咧想喺個場館啊，因為個氣氛嘅關係啦，佢想回饋翻啲觀眾，所以佢哋係想喺比賽裏邊做多啲更進取嘅做法，而亦都做出多啲重 break 添啊！咁講到羅伯臣啦，咁啊對住傅家俊嗰場比賽咧，就用一個相對進攻嘅手法咧，去同我哋香港嘅一哥周旋嘅。咁其實就初頭唔係咁奏效㗎嚇，咁因為羅伯臣對住傅家俊嗰場4強戰咧，佢一落手就係落後局分1-3嘅。咁啊，但係經歷咗小休之後，兩局波好重要嘅，就係第5同埋第6局，一啲係需要去進行拉鋸嘅局面。羅伯臣呢一度做得好好，咁啊結果咧就係令到佢咧透過呢一啲雙方都有機會都攞到個局分，而佢攞晒，咁啊而改變咗個比賽嘅走向。呢度係咪稍微犀利咗啦？要打最左方紅波右上角尾袋啊！願意即必定係打右中袋咯。咁啊，射尾袋都有個好處啊！咁啊，仍然係保持住一路進攻緊黑波。而且係一路咧都係保持住進攻緊成張台最多分嘅顏色波啊！其實羅伯臣喺場4強戰嗰方面初段咧就都手感唔錯嘅，咁啊落後0-1嘅時候，第2局第2次埋台又 Q 60分。不過其實講到今屆嘅香港世界桌球大師賽，雖然係處於季初啊，咁啊但係就球手一個攞分能力嗰方面咧都唔曳嘅。咁啊，今屆嘅比賽都有幾多 break 出現？係的，而且確係咁啊，特別係即係上一場奧蘇利雲對住卓林普嘅比賽，奧蘇利雲都做出好多 break。咁啊，分別喺嗰場波裏邊咧，奧蘇利雲做出128、85、87、126等等 break 嘅。話呢度會唔會再去繼續嘗試啦？因為一路都係保持一個147嘅可能性。咁起碼就到開波到目前為止，佢一路都係追住黑波嚟打。又大力咗喎呢一度，願意係做個反手角度啊，又要教一啲上角尾袋。係啊。咁啊，就算羅伯臣係出名 Q power 夠大啊，咁啊呢一度走去做 Cannon 都係角度嚴重不足嘅，太直啦！現時白波同個黑波球上嘅角度。只可以就咁樣往前啦，教翻最左方嘅紅波右上角尾袋啊，都係構成一啲比較後直嘅犯數，同樣係白波輕輕扯翻落嚟教個黑波。咁啊，講到打滿分嗰方面咧，就而家坐喺場邊睇緊波嘅奧蘇利雲呢，係現今桌球壇上邊啊做到滿分最多嘅。羅伯臣呢一個波有冇運仔，會唔會出現符碌啊？冇。咁啊呢度咧就打咗6紅6黑48分。仲可唔可以進攻啊？啱啱打咗去台上方，接近左上角呢一個紅波，非常薄啊！我要睇下個白波出嚟嘅時候，可唔可以避到一啲細分波？細分波就避到啦，不過紅波爭少少，又留低咗一個左中袋嘅機會啊！不過就對於羅伯臣埋台嚟講啦，因為打完呢個紅波之後咧，台面上面開出嚟嘅紅波好少。咁而佢打呢個紅波嘅時候咧，佢唔容易揾到一個進攻顏色波而碰撞紅波嘅角度。兩次都爭啲符碌，咁啊呢一次個紅波機會就好啲啊，厚身啲咁多，不過就更難避波喎。有佢撞埋去啦，應該都唔係撞到啲後犯數，因為呢個碰撞有一個好處啊，佢有可能將呢個紅波帶咗去接近右上角尾袋。但係最緊要個白波出得翻嚟啊，揾到顏色波呢一個係重點，出得翻嚟，咁就
啡綠，會唔會是但有一個啊？如果有綠啊最好添，好可能係綠波。係啊，因為將個綠波擺翻喺點位咧，就係對於啲球手嚟講攞分啊更容易喺翻啲標準位。咁啊，其實就係喺4強嘅時候啦，我哋就已經發覺啦，呢一張嘅比賽台咧係有一個幾大嘅改善啦嚇。係。咁就無論係台速啦，嗱台速就抵讚嘅。今次嚟到香港都係一張絨打到尾冇換過，但係個台速一路都保持得到相對爽快。咁啊，至於嗰個 cushion 嘅彈道咧，好似喺第2個比賽日就發現咗一啲係不正常嘅過彈情況，幾嚴重。咁但係4強戰開始咧，就已經係完全回復正常，冇事。咁呢個 pad 撞得幾靚啦，仲有中袋。咁啊，而我亦都係問過咁啊，裝嵌呢一張台嘅負責人啦。咁啊，佢話原來佢呢張台上邊咧就冇搞過任何嘢嘅。咁就可能係一啲濕度啊嗰啲咧就回復翻去一個比較理想嘅水平。咁啊，所以咧就 cushion 個彈道嗰方面咧，亦都係嚟得比較係正常。咁即係話係冇做過任何嘅改動㗎嚇，喺呢一方面。哇！一埋到呢，將爸爸送到呢個位置，亦都而且剛才見到奧蘇利雲將黑波入去右下角尾袋嘅線路打通，今次絕對係一個局分嘅機會。係啊，啲波已經係散開晒啦，顏色波嘅位置亦都相當理想，進入咗一個練波模式啊！而家撳着個練波毛，咁啊睇下佢埋嚟可唔可以真係咁順利搶到呢一局。咁啊，始終都唔係咁中意黑波右手邊呢個紅波嘅位置，睇下陣間可唔可以教黑波嘅時候，將呢一個嘅紅波消除。有可能黑波唔喺原有點位啊，所以我哋見到啱啱呢一球波咧，奧蘇良要選擇去將個爸爸送翻出去。如果係咁樣嘅話，就可能係要先將黑波右手邊嘅紅波打入先至進攻黑波咯。睇嚟係啦。一路都講到話點解桌球係一個咁有趣嘅遊戲咧？因為非常之鬥智鬥力嘅。我送翻出去。咁啊，加上桌球而家個形象亦都改變咗啦。咁啊，連我哋香港嘅一哥傅家俊啊，都係被委任為呢一個係太平紳士啊。一個紳士嘅運動，咁啊真係出現咗一位嘅紳士。咁啊，所以其實就家長都可以好放心啊，喺呢個年代咧，俾小朋友接觸下桌球。咁啊，同埋接觸桌球咧，就有到好嘅，可以咧訓練佢哋個腦筋思考之外咧，佢哋個集中力啊，都會係一個好大嘅幫助。同埋即係桌球運動有一點係非常好嘅，你因為喺比賽裏邊咧，你經常會遇到逆境，你亦都可以幫助啲小朋友克服一個逆境。可唔可以攞到個角度，將黑波右手邊嘅紅波打入咧？因為佢係非常之干擾住黑波攞分啊！埋去噶啦，做到啦。呢一個紅波唔係一定需要教黑波嘅，你只要係將呢個紅波打入之後，先將個黑波打入，係需要呢個步驟。34。我哋見到蘇利雲咧，自從喺比賽首圈之後咧，一路見到呢位球手喺比賽裏邊嗰個攞分能力係明顯好轉。4個字去概括啦，漸入佳境啊40。咁啊，打多一紅一黑咧，就會將落後嘅分數追翻晒。咁啊，最底呢一個紅波，咁啊多數都會係教黑波。咁啊，一揾到一個好位上去黃波嘅話咧，就可以贏到呢一局。因為一般嘅清台嘅程序，對於呢啲咁高級數嘅球手嚟講，真係食菜咁食嘅啫嚇。47。48。好位啊！白波同黑波嘅角度理想。咁至於今次埋台咧，只要打到藍波就將會超分。哎呀，估唔到啊！甩呢隻黑波啊！羅拔臣個心諗執到啦，咁就佢完全冇諗過仲可以埋到台㗎。係啊，所有困難嘅步驟就經已完成晒。咁唯一啊，剛才個黑波唔喺原有點位，喂呢一度都犯錯喎。呢度仲難估。
拍手掌就唔係話因為羅拔臣打得拍手掌嘅，我哋香港嘅球迷好有風度咁，只不過咧就係奧蘇利雲再有機會埋台，就鼓勵下呢一位全球都可以話最多球迷嘅桌球手啊！ 2. 哇！呢一局嘅比賽就大家接觸過一次嘅機會打48分，跟住大家都甩過一個殺局嘅機會，咁啊而家最後奧蘇利雲都係好有可能搶走呢個局分。咁啊！呢一局絕對係非常唔波。其實就好似奧蘇利雲嗰啲比賽嚟得戲劇性啲啊！佢對住希堅斯嗰場比賽都戲劇性啦，落後2-4，反勝5-4。咁啊上一場啊對住卓林普就俾對方超分，又可以反勝。咁呢一局都戲劇性㗎。佢話唔係咁樣，我驚啲人唔會再記得我啊。14. 咁啊透過一啲咁特別嘅戰情啊，進一步神化自己嘅地位。 20. 好啦，已經係超咗分㗎啦，呢個黑波唔入都冇問題。27 and the frame.